予放开。是。听家紧，我伫这个所在等你的勇将来，我要甲伊一刀对一刀，一枪对一枪。你即马赶紧甲我出去。真实的呀？对。用，那安尼动影学乐，我去报头毋着嫌我。哟，啊！我即声若倒出去，因搁甲我杀倒转来，我都无咧加行个搁。恁若有生意，零钱一支仔来多谢咧，啊！我行路毋才会方便吼。会用之。到。多谢。转去。哦。无咯，我一只梨仔去互恁遐番仔布干要抬抬死，我也无买，也要哪行会到位啦？呀，你安尼毋是等于要去互我死个半路？好，来呀！在。替准备一只马匹。是。听家紧，我坦白甲你讲，3个月内你若是无搬来救兵者，当军一定会换我50条越好城。皇上被困，3工越好城。皇上已到。毋知真叔母现在的病体有较好无？听真水，真龙爷已经归仙了。哪会遮尔短命？我失去一个好兄弟咯。对啦，皇后啊，救兵如救火，咱着赶紧设法，若无死的袂赴哦。夫后，现在宫内兵法将权，是要如何是好？皇帝即刻下旨，派人各府就官，推牛就兵，遵旨。金山、金莲，妈，今仔日是恁阿公的忌神，紧来拜拜。好。阿公，你着保庇我熬大汉吼。金花，金花。哎呦，金花，大嫂，哎呦，家姐我拄仔去撞着王大嫂，才知影讲恁伫咧遮，啊若无我咧找恁，拢找到安尼找规半工。哎呦，可怜咯！啊，恁已经厝哪会去用缀甲歪高饲带？啊，对啦，金莲。丁山，快紧来拜见阿金。阿金啊！嗨，乖哟！啊，讲这偌久无看了，讲遐大汉啊啦。哎呀，小强，哎呦，阮婆婆讲摕这米吼，讲互恁转去煮煮的啦。是，多谢小奶奶。大嫂，替我甲阿爹甲阿娘，还佫有全家人问安。哎，放心啦，我会啦。啊，我今仔日是来甲你讲哦，恁贵有消息转来啊呢。
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喏。阿金，啊，阮阿爹是伫倒位哈？阿金，你紧讲，我要找阮阿爹。莫吵，我甲你讲啦，听讲即马东军哦已经跨海征东啊，到已经3工外好城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即马若讲落去哦，你一定会足伤心的啦。无我规矩莫讲哦。无咯，不管是伤心，还是啥物歹消息，大嫂做你尽量讲互我听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煞毋知影讲哦，现在皇上哦被困伫迄个外好城，遐所有的兵马啦，啊，甲咱邻居啊吼，听讲拢已经死啊呢。无可能，连贵袂死，我毋相信。哎呦，可怜咯！啊，毋敢若你家己毋知影尔。即马已经下旨落去啊呢，即马国府州官拢伫咧招兵买马，要去救皇上。啊，我看吼一定无望的啊啦。啊，无我代志甲你讲好啊，无我要来转啊吼。啊，可怜咯。阿娘，我要找阮阿爹。你做安尼做阿爹无啦？咱袂记啦。阿娘，我所言，我是真。是一个少年的将军为主统帅。高首长，我早有甲你交代，叫你啊封锁港口，你是安怎样互援兵入来嘞？公主，杨国当军早就派一队人马，封固守到迄个船只，我讲哪有可能来封锁迄个港口呢？那安尼，咱就叫伊去失败咯。公主，不如先将当军的援兵给消灭掉。唔免，咱留员啊，爱待咧这个元好城，东西南北门，等待援兵啊到的时阵，咱才搁再拍算。
去要偌济？当下有一个小将军名叫真怀玉，要求万岁开门。真怀玉，真怀玉叫我开啥门？到底这啊，真叔母的囝真怀玉。我要哪会用你甲开啥门？我想起较早，为着岁月，伊互我真无面子。但即摆毋着换甲我咯吼！我要看你这个高囡仔，看你的功夫好到什么程度。我跟你讲，传命落去，讲有城口官兵，为着皇上的安全，叫伊杀退官兵，我才要开啥门？呀！老兄呀，嘿，怀玉佢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有义无七啊啦！一来到地，安尼四城门的官兵，我拍甲歪锅起沙，含反罗这个手机也煞甲摕转来啊！有地元帅啊，你毋免讲遐多啦，我煞毋知影讲你伫要报田丽啊冤，才故意毋开城门，互伊入来中。老兄，你哪会讲安尼啊？好啦好啦，有也好，无也好啦，念咪你就知啦。我哪安尼讲啊？迄叫个啊，哎，实在有影无得看，功夫实在确实好。人讲良生良子，好生百儿，确实无错无错。我弟讲，拄则小人唔敢开城门，到底你是做哪起事？无咯，孙啊，我是讲，你唔捌来到这个沙场啊，互你踮喺个沙场的所在考验，讲你的实力到倒位，你知？对。拄则我若是死在反罗的手中咧。啊，免啊会啦，恁这也是沙场的老将啦。一目睭安尼甲看一下吼，就知影讲遐个观众是毋是你的对手，免啊，互你会吃亏你啦。实在是安尼啦。那安尼讲，我毋得爱感谢元帅，感谢看会得起我咯。唔免感谢。哎呦呀，哎呦！你做咩？你哪会拍恁这啊？拍你！我要甲你治你的病。老天啊！阿叫呀，阿妈那你不来呀？哎，我天呀！你来干？哎，我的妈！皇上，你做主，你做主。好，
免搁再争论。为伫王兄，你无派人协助，这是你的失职。怀玉，你也毋对，你扩大元帅，这是无应该。定命令好好，以后毋准有搁这款代志发生。神遵旨。平心。怀玉，你的父亲病体可有痊愈？启禀皇上，家父已经去世了。神龙兄伊，国家又搁失去这位老将。皇上啊，现在花玉会用的注定负责，绝对无问题。家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杀退叛兵，现在是安尼轰动了当哦。啊，老兄啊，人英梦现身哦，红红山救驾，险则大轰动。你甲我较掂咧，我无要甲你讲。莫讲就煞。是王兄，皇上，掂着到好时，才会当见着英梦现身。这皇上，应梦现身，早就离开东营了。什么？若咧掂，毋就无机会通好见咯。皇上，你放心，你甲伊见面的日子也渐渐逼近啦。该一个人茫茫行到要遮，你想啥物？我老伫咧想啥物？大哥啊，啊，咱这个庄军洞，敢若仙境共款的，咱大家有通食，有通住，阁无人会来甲咱搅了。你有啥物通好烦恼呢？敢讲咱会用永远踮伫咧这个所在是？大哥，啊，这是现你娘娘甲咱指点的，叫咱大家都在踮咧遮等候时机啊。唉，等时机是要等到什么时阵呢？哎呀，大哥啊，即马毋通换小弟来考劝你，凡事毋通着急啊。大哥啊，你看你啦，人逐个衫裤拢已经脱起来洗哦，干焦你一身旧衫穿遐济工，穿甲规身躯已经臭毛毛啊，啊无想要脱起来洗。来啦来啦，你若平大小弟甲你洗，你脱起来啦。等一身躯走出来，哪有啥物衫通换咧？哪会无衫？我鼻都袂感觉臭啊！哇，拜托的拜托的，啊，等你迄输水火泡啊，你毋甘清湿无？小去换迄输起来，即输小弟甲你摕溪仔边暖暖的啦，去啦！好，你若爱洗，我就换互你洗。紧去紧去。阮大哥迄只马，哪会无代无志叫到呢？小妹，大哥你紧来，袂是安怎那伫叫我呢咧？毋知影是毋是有发生什么代志是？真有可能，我想着啊，因为咱秘伫即个山洞遐尼诚侪工，真有可能拢会伏伫迄个所在，伫咧无聊啦。哦，要无我来叫他徛徛咧，你倒转去等我。
宋太宗，叛变啦！伊是皇上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我何不来去甲皇上见面，申诉就我的冤枉，望皇上另开龙恩下罪。林贵啊，因找你好久了。罪先在此，请皇上下罪。林贵，你救驾有功，何罪之有？皇上，罪先是冤枉。林贵无什么的赐教，求皇上赦罪。赐教，行刺我的人是犯上界所闻，你救驾是公神啊！最先听说皇上忘掉，迄就是说明是林贵要赐教天子，谋夺帝位，这确实是冤枉，求皇上赦罪。丁望条迄首诗，是讲你令宝珠跨海情动，哪是讲你的赐教呢？这话是什么人甲你讲的？那呢？莫非是赵神风在骗我？是林贵，你处处伫咧盗撇阵，莫非你有什么冤枉，在殿面前将实奏？在10万兵马的名册中，找无细林贵这个名字。来，丁问你，你是伫咧倒一赢，倒一济，身为何志？皇上，小兵有5位，家己的兄弟9分啊，主安在我如何？中做一个回头军，有心杀着，神风就唔应准啊！只好破茶煮饭度心昏。那呢，
是伫咧倒一关，什么时阵？初次杀掉金沙滩，我二次救驾红山，三次杀死安电宝，公路破伤，无我讲啊咯。竟是仙龙骗官人，气度温婉，眼望现身。今日君臣见一面啊，红袖我满包冤枉啊！只可惜。现将你泪出，言之讲，有讲的官人变有风。高官的言辞哦，心无希望，指望报告好君王啊，报告是好君王啊。好一个报国好君王！皇上，犯兵已经逼近，请皇上你回营，护神来去对着这位犯将。且慢，官人将这个龙宝甲挂起来，互你为做见面的信物。多谢皇上。啊！哈！史立贵，你唔通走，唔通走，唔通走！皇上啊，迄就是永无现实，你讲叫我走去啊？天已经甲伊见面咯。哈！有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啊，大哥？我已经甲皇上见面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咱怎样？原来无真实的骗你看这是什么物件？那大哥，你摕这个布是要创啥？这有什么稀罕呢？嘿，你唔当对这个龙布无咧，这是皇上我初次见面，皇上亲身挂下龙布，送我做一个见面礼。后摆若是要爱功劳咧，就要用这块龙布啊！真是的。这龙炮甲是定所仰望现身，做见面的政务偏心。谢皇上。仁贵啊，你会认得我未？一摆伫咧山骹，我要甲你叫转来见皇上，你要走，我王叔我甲你绑条咧，要你唔够我转来，还带一个棍一个棍，啊我叫你好一个，啊你过年，要一摆甲你揽条咯，你唔来，啊我硬甲你揪，啊揪一个，迄三支甲我揪一个，迄个啊你会认得无？会认得无？我安尼。仁贵啊，啊你也会记得我袂？啊，当时伫咧金钱山的所在，我安尼一支零钱，互你举去投军迄个代志，你也会记得也袂？我你若会认得就好啦，我你会记得无？仁贵啊，这件代志大概你无去互袂记。无啊，我你会记得也袂？我。真是，我拢会记的啊。哈？拢会记你哦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皇上啊，恁贵也是中着张士贵的奸计，也这个张士贵也真苦，竟然也敢暗砍应望现身，又搁处来冒功，请皇上当当处罪。传张士贵进谏。张士贵进谏，遵旨。
岁，万岁，万岁！百良问定，满天过海，红红山救驾，这是什么人的功劳？万岁，啊，当然是我。对啦，对啦。又搁是你！万岁！万岁！恁双方毋免伫咧争夺功劳，此去还阁有东西二关，当下为白玉关，另外一关是摩天岭，就命张先锋甲四将军讲领兵马去此关。若是什么人大胜倒转来搅子，所有的功劳就归什么人啊？万岁啊！了官，我来拍。请问，为着公平起见，我来写2张口，互恁去抽。什么人若抽到白玉关，就攻打白玉关；抽到摩天岭的人，就去攻打摩天岭。恁贵啊，来，你先抽。请问，人讲敬老尊贤，应该由伊张先锋为先啊！哼，我先抽。那我抽到摩天岭。来，我来这张就是恁贵啊的，请问，由于张先锋大声开起来看，伊若是去抽到白玉关，这个摩天岭就应该由恁贵去呀。我叫你去啊！我摩天岭啊！老母，张先锋，张书记，万岁！任命你带兵3000名，攻打摩天岭。张先锋，你毋知着爱去看地图无？是毋是着爱看？若无摩天岭的路，你敢知影通去？无咱就看地图，摩天岭的路吼，我真熟个。宗宪啊，知来去，是。行。四灵贵，在你也领兵3000，攻打白玉关。了解，请问，四将军，只有一张金龙，你大先收起来。若是要攻打白玉关的时阵，就先开金龙啊！多谢军师指示。怀玉，伫即几工，你着爱小心保护皇上，着爱特别注意啊！弟弟知影？皇上，请你入后营休息。等下，嘿嘿，牛片的，什么代志啦？嘿，他拄则你咧做迄2支口啊吼，我感觉敢若有问题哦。这边哪有什么问题啦？我嘛有这个感觉你啦。啊，你也有感觉？哦。来，另外这张摕来我看卖。哎呀，唔免看啦，这2张拢总嘛是摩天岭。啊？听讲此关的首长武艺真正是高强。嘿，白玉关小小一个首长，若要以我细灵贵咧，真简单就会当来抓着。大哥啊，你会记哩无？咱要出兵的时阵，军师交代你一个金龙，叫你讲到我这个白玉关的时阵，爱家拍开起来看。对，现地无你甲我提醒，我煞袂记。啊！
来是安尼啊。军事心酸早了定，输归这外灵机性，令我会惊去接应，将那棺材判当刑。究竟发生啥事件？为何爱你赶火行？事归去情无天命，咱来讲段碧玉声。军师就伊讲，赵世贵伊无道，破地无天领，也毋敢倒转去继皇上，必然会领兵倒转去中原。啊！大哥啊，中原有殿下伫咧，定要安怎呢？军师要说明，并咱升破这个碧玉关了后，找到碧玉关小将伊的宝贝，听说宝贝是日走千里，夜走800。这只宝贝就法度连夜赶回长安，救着殿下。以前靠见娘娘千岁，你敢是真元帅？金平信。是啊，娘娘。娘娘，臣有一急事，得来报娘娘见地。什么代志3天来，将奸臣谋反。欲害天君，请娘娘速传懿旨，令人关闭四城。3天过了后，自当平安无事。李贤讲的。金元帅，来人啊！你给传殿下进宫。是。实在的梦啊，真悔改，真强显灵啊，无好在。实在忘记真元帅进宫，向为人讲，3日来你就奸臣谋反，又害皇帝的性命，害我团结关闭4城门。有伫这个梦调，是真也是假？不晓，真老皇帝在世，尽忠报国，虽然已经去世，但是伊今仔日来托梦，却是不可不信啊！皇帝传旨下去，关闭4城门，遵旨。哎呀，听千岁，还阁遮尔早咧，你开门要创什么咧？
到家己当兵的，毋知影好人心，也毋是为着你。哦，为着我，这是安怎讲？冬天又搁到啊啦，迄外面哦风足透的啦。啊，我是看你伫遐咧看书，咱即摆情动哦，除了四人柜，你是第二个重要人物，我是惊你去赶着。哦，敢真是为着安尼？好啦好啦，时间毋是拢互你家己讲啦，好心无好报。你即种人吼，聪明都真聪明咧，可惜较欠道德啦。亲像讲哦，迄情无天领迄落遐尼大个场面哦，你才偏偏啊超工甲安排互张书贵因两个丈人竞赛，无啊，咱讲实在，因两个丈人竞赛，敢真是有人发心啊？若是讲去破摩天岭，张书贵确实是无这个可能。啊，若安尼，你是安怎挑工要安排互因去遐危险？张书贵因并无去摩天岭危险，因现在兵马会长安去夺地位咯。哈？有病的啊！哎呀，若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哈？你放心啦，我早着有将金龙交予四将军，四将军已经破伊白玉关，得到宝马，人也赶转去长安城救驾。弟弟，我甲你讲，你的父王现出时受困，在三关万虎城，是生是死，也阁唔知。我看南要回调才真为难。你年轻，免来当讲料理国家的大事哩，赶紧从你大唐的地业交代我张书贵定期大宝啊！饭菜，朝廷已向提你不薄，你更加背负朝廷。黄晓较聪明哩，赶紧开销我入来。若是无，我即时下令，种种拍爆你的风时啊，互你母仔囝死无葬身之地。谢立贵，你为啥来伫遮哩？张书贵，你去叫唔着，我毋是四人贵，我是第10殿的检老王派来的催命官。我